再来看凯美宏泰扩大伫台南黄金海岸的货轮苏菲亚号，最近是成袂少民众去翕相哦，阁有专业人士哦去翕日头落山的风景。竟然哦，阁有民众去划船哦，为着安全，今仔早起现场已经先用铁皮围起来咯。货船跨搭伫咧沙坡，想袂到刷起引济民众来翕相，网络嘛有通看到真水的相片，毋过安尼景致就要无通看。围起来，把铁板围起来。因为月底要拆掉了哦。现场不时阁有海巡人员来巡，为着安全嘛避免黄金海岸附近被人到假日时啊就塞车。相关单位嘛准备围铁皮，毋过最近所有人伫货船乌白乱做。围起来也好，也保护他们自己的船呐，然后也避免我们人太靠近。还 OK， 因为这是算私人产物就是这不属于他们的，本来就是不应该这样子私自的，而且其实真的蛮危险的。货船是私人财产，乌白乱做，恐惊有毁损的问题。文化局好有创意，就爱去专区来发挥。其实文化局在我们的世围地下道以及我们的南区体育公园都有设置专区。那我们其实也蛮鼓励说，他们有机会的话，还是常到我们的文化局设置的专区来呈现他们的一个街头文化的部分。这只跨大货船确实引起大众的注目，就连喷漆画图的人都来到闹热。不过，即马货船就要微微离就地拆掉，特别的景致就要无通看。记者台南报道。